号就是巴拉方案。那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一问句加答句号，一句主语，然后中文，还要加上念出哈，就是自己写的，我们自己念。好，我们自己写的，我们自己念，所以我们欢迎线上的每一个人呢，都要一起来学习。我稍微给它放大，好，这样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句子。好，我们进入到第一题。好，我们这个主题呢，都是在问是什么。好，就是开头的疑问句。比如说，我们要熟悉五马安、好米马安、金马、马萨马安等开头的疑问句子。好，所以我们要重复的练习。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比较能够知道它的意思。好，那第一题我念好，五马安古米达丁安你嘎早以巴拉方安。好。Umaan ko mitatingan你嘎早以巴拉方安。好，嘎早在客厅所挂的是什么？好，我们上次有解释哈，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好，拉放就是客人嘛，加上前缀后缀词的时候，它就是客厅，也就是把客人放客人的地方的意思。那五马安是什么？古是主格，米达丁案就是吊挂的、悬挂的，就是已经挂的东西哈。尼嘎造就是人民，以巴拉方安就是米达丁案就是已经挂的东西在你的客厅上面。上次有一位学员说，扎埃米扎埃也是一样悬挂的意思，所以我们依不同的部落啊，自己的方言别来学习都可以。好，米达丁案就是打定就是吊，咪就是手挂的啊，手挂的，案就是的意思。好，这里非常的清楚。好，五马安意思就是是什么？这就是开头的疑问句。好，那如果说我们准备好了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讯息栏里面写你的句子，一句主语，好，加上中文翻译，还要自己练习说。好，比如说，如果我是我的句子，我会写说，Hana ku minta tingan你嘎早以巴拉方案，或是很会的师长也可以用别的句子来写也没关系。好，一问一答。好，有准备好的，随时在讯息栏里面写上你要写的句子哦。五马安是什么？尽量就在翻译的时候要在古后面开始翻译，比如说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什么？好，我们翻译的时候是从古这个主格后面开始翻译。好，如果我们有写好的，我们可以写在讯息栏里面。好，比如说五嘎放，或是五嘎凤。好，这一句就是已经挂了的东西。好，已经挂了。如果你写说米扎一旦也是可以哦。好，嘎风古米扎一旦，努马古以巴拉方案也可以。我在客厅所挂的是帽子。好，是非常的容易学哈。好，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学习哦。想一下，好，我们古马达丁埃以巴拉方案那么好，你看一下你的客厅有什么，挂了什么。好，请大家一起来
学习哈。我记得上次的课程也有很多人学哈，应该是不会忘记。五妈安是什么？咪就是所挂的，打定案就是打定就是挂，跟扎 it 一样的意思，悬挂、吊挂。哈，咪打定案就是所挂的是什么？这一句的意思是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什么？好，好了，等安好哟。好，会写的老师或者是学员也可以写一下你的句子。你打定案就是所挂的意思。这里的咪就是所，打定就是挂，案就是的意思。好，在讯息栏里面我们有看到苏贤哈，苏贤，你准备好了吗？哎，有三星你阿公古米达丁安你嘎造以巴拉方案，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阿公的照片。好，苏贤写的是很棒哦。有啥信是照片嘛？你阿公就是阿公的照片。故米达丁案，你嘎造以巴拉方案。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阿公的照片，非常棒哦，念的也是非常标准。好，大家如果还没想到哈，就可以看一下苏贤所写的哈，做个参考，也可以复制他所写的哈。好，比如说我们常常吊挂什么啊？sagagi 哈，sagagi，有人 sagagi 是讲沙发哇，还有别的说法吗？好，我们看到惠美有写说，来，惠美，你准备好了吗？阿弟阿西本的秘书。有马安古伊打定案你改造伊巴拉方案，打造在客厅所挂的是什么？有马安啊，有马阿马安啊哈那古马打定案你改造伊巴拉方案，打造在客厅所挂的有各式各样的花，这样可以吗？我乱我们阿翻译。妈安这个是问句呀、我那个伊咽喉声拉呢？音不要点哈，我们阿妈安阿有哈那，马安马安我萨玛阿妈安奈阿哈那才对哈。我哦，有玛什么呢？萨玛阿妈安奈各式各样的花，故米达丁安尼嘎招以巴拉方案，这样对哦，而且你们的句首是大写，然后写完还要标一个句点，好，非常好。但是你那个是我玛萨玛阿，我玛萨玛阿玛安奈阿哈那，这样才对哈。廖文的秘书哟，也修正一下，我巴哈玛纳吗？萨玛阿玛安奈阿哈那，对，没有错。后面的没有错，就是你前面你要写我玛萨玛阿玛安奈才对，不哦，是好，我玛阿玛安这样。好，马拉拉瓦一定念好，廖文后。哎，中文翻译也要写上去哦，很棒哦。好，好，谢谢苏贤还有惠美，好，加油，系马少加鲁夫秘书好，阿爹阿西本的秘书好，Hello, Sensei. 系 Usasing no toas ko mitatingan ni Kazao i umakan. Kazao 在客厅挂的是祖先的照片。系非常好，好，我放那个鼓号度努巴里烧阿索尔鼓客厅是五马干，好，你说五沙星努多阿斯。古米达丁安尼嘎招以乌马干
谢谢你。好，马上嘎鲁夫阿来好，反正古米图拉拉努米说好，还可以继续写哦。好，谢谢。好，你听音老师，你说好。嗨，听音老师技术多。喂，马丁，好。Utuki atau kuyumi ku mi tatingan ni ina i palafangan. 哦， Utuki atau kuyumi ku mi tatingan ni ina i palafangan. 在客厅所挂的是妈妈的钟和年历。嘿，对，好。古有米喊到古年历，我不知道呢。古有米，古有米好，还马达马都。Kuyumi matamato hai ila atakuno luma acaciao tu 月历好年历，我们都讲 Kuyumi 应该是外来语好。Utuki atau Kuyumi ku ni tatingan ni ina i palafangan 很好，写得非常棒好，谢谢我们的婷颖老师。好，接下来你李安，老师，我有问题。还请问，老师是妈妈挂的，妈妈所挂的是钟和年历，还是妈妈的钟和年历？这里吗？那个中文是不是？是妈妈挂的。Utuki atau kuyumiku nitatingan ni ina i palafangan ku nitatingan ni ina i palafangan 在客厅所挂的是妈妈挂的，妈妈所挂的。哦，在客厅妈妈所挂，应该妈妈在客厅，在客厅妈妈所挂的是钟和年历。还好，我写太快了，我改一下，因为好，谢谢。有那个助理努米达号很贴心的提醒我们，好，谢谢我们的苏璇。还我们听颖老师廖文辉大号写太快也是会写的会往前往后，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习嘛。好，来谢谢我们的听颖老师及李安。李安，等下，庭院老师刚刚写错的是哪个部分要改的？他是说，在客厅妈妈所挂的是钟和年历，应该妈妈是在这里啊，在客厅后面叫，在客厅妈妈所挂的是钟和年历，这样正确。挂的是钟和年历哦，好，谢谢。那我念我这边那个Omaan ku mifutingan ni setelah i Tarawatao。setelah 在河里钓的是什么？Ofuting atau kalang ku mifutingan ni setelah i Tarawatao。setelah 在河里钓的是鱼和蟹。哦，Umaan ku mifutingan。米福丁案所抓的，你这里是说钓的，在河里钓的。米福丁案就是抓的鱼，抓应该是说米巴迪格山，钓就是米巴迪格山，巴迪格才是钓哈。你这里是钓鱼嘛？是吗？哈，李安。抓也可以，就是好，抓鱼或钓鱼。那在河里抓的，可以啊，所抓的。你就要写说死了在河里抓什么鱼啊？我们安古米福丁安你死了以达拉瓦捞啊，死了在河里抓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鱼呢？是吗？哈，五福丁是鱼和嘎浪古米福丁安你死了以达拉瓦捞是可以，就是就是想说你要表达的是抓的鱼吗？抓鱼跟螃蟹这样。应该是说五米，这里是五福定你直接想是鱼和
螃蟹古米夫丁恩尼斯拉以达拉瓦绍，是这样吗？好，可以呀、是好，表达的是很好。谢谢。你要讲是抓的嘛？好，如果是你要钓的话，你要谢谢写你把这个扇，好，可以吗？可以，谢谢你哦，谢谢李安，还有莲梅，你说好，嗨，老师，我那个米打顶蛋少那个 n 少打到 an。好，没关系，等一下可以修正，你先念，还是本头一声。乌福瑞米打顶安你打造以巴拉房案，这样对吗？可以啊，五福就瑞，是在客厅，对在客厅里面挂的是衣服。可以啊，对，好，五福我那个瑞，有好，可以啊，乌福瑞米打顶安你打造以巴拉房案，这样可以哦。五福瑞古，好，你这边要有一个古，古有没有写到哈？还那个还要写古哦，乌福瑞古米打顶安 ，OK， 好，我再改，重新改。还爱都还，五福瑞古米打丁案，你个招以巴拉方案，在客厅所挂，哎，有嘎造啊，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衣服。那我也少打到了，还我重新打，我重新打，好，来都还可以，谢谢，还来好 ，Varios GVDN 好 ，Varios 技术多 ，Varios 有在线上吗？嗨 ，Varios。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吗 ？Varios GVDN 技术好，是我要帮你念的意思吗？好 ，Varios 可以念吗？没有听到。Awai Matengir，你在？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大家有听到他的声音吗？没有，没有声音呢。请你开麦。老师他下面说他的麦克风坏掉了。还有吗？我看。哦，好，谢谢大家的帮忙。好，那我帮他念好了。Varios GVT 按好，7点11分这里哈，没错。好，帮你念好。tata angay renaf ko mitatingan你kacau i palafangan。好，写得很好。renaf 就是画嘛，图画。嘎造在客厅挂的是很大的一幅画，很好哦，谢谢。Varios GVT 按，谢谢你哦。反正古米祝他的秘书好，很棒，希望你的麦要赶快修好，我想我们大家想听你念的，好，希望大家自己写的，自己念好，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练习说嘛，练习写。多写多说，一定会有所收获，一定会有进步的。你听音老师聊完后，没阿西。好，搞好。嗨。有都给啊都，我看这个是修正啊。好，有都给啊都古有米古米达丁安你伊那以巴拉方案。然后刚中文修正了，在下面，妈妈在客厅所挂的不是多了一个的钟汉年历，多了一个的，妈妈在客厅所挂的是钟汉年历。都马达麦都好，好，谢谢。米娜娜麦个米好，我们也是在学习好。都谢谢你，老师。来，谢谢。好，你修正了，你会没？
还是本后一说？来，乌萨玛阿玛安阿哈那古马达丁安尼嘎造以巴拉邦安。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各样的花。哦，还俺也都乌玛萨乌，不是乌萨玛阿玛安奈，好，要加一个 ay 号比较适合。好，乌萨玛阿玛安奈阿哈那，再加一个 ay 号。ay 好。米达丁安，马达丁安不对，哈，要米达丁安才对，哈，用咪前缀词加咪，好，米达丁安尼嘎造以巴拉方案很好，但是聊完后，马乌萨玛阿玛安奈啊汉娜要加一个 ay， 你那个前缀要用咪达丁安才正确，好，阿赖你再修正没关系，好，修正好。再传上来，好，连眉米达丁案很好，好，你是修正，好。老师，我是更正的，这样可以吗？哎，你有心阿弟，还是本书？哎，古福瑞古米达丁案，你嘎造以巴拉方案，这样。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衣服。对，好，正确，好。阿赖对。阿来，好，阿来，这里下一句是小白老师的，好，技术好。小白有在线上吗？你来。他好像都没有麦克风。对吼，我们现在电脑都有时候会没有麦克风。好，那我就帮忙念哦。好，就几个米在一旦你个阿力以巴拉方案，嘎造阿力在客厅挂的是十字架。哦，有应该阿力在客厅挂的是十字架，很好。为什么多一个嘎造？好，就几个十字架，古米在一旦，好，就是刚刚米在一旦也可以哈，米打定案也可以哈，在一跟打定都是一样吊挂，好，你阿力就是以巴拉方案，好。就是说阿力在客厅挂的是十字架，马达好，很棒哦。对，我们客厅都是有九几个，好，十字架就是九几个，好，对，他有注明说笔电5声，好，谢谢你哦，尽量写好，听尹老师这样修正的，好，大家一起来看哦。法利又说他的麦克风坏了，好，没关系，你写我就帮你念，好，好，李安，那个马安古马巴怎么单你斯拉伊达拉瓦道斯拉在河里钓的是什么？福丁阿多格朗古米巴怎么单你斯拉伊达拉瓦道斯拉在河里钓的是鱼和蟹。对，这样很好。是这个吗？钓鱼是米巴怎么蛋？对啊，巴迪格善也是巴怎么蛋，都一样是钓鱼的意思哈。好，谢谢你。谢谢。好，这样就是非常的棒，写得很好。这里更正的就是连美号，刚刚他已经念好了，就是修正好的。好，这一句我们就写到这里，还有吗？好。这边那个李安有补充，好，巴迪格还有巴怎么钓鱼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李安哈。现在我们的线上的那个查询单字是非常方便哈，线上都有词典可以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查我们的单字，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一句咯。
如果还有没有完成的，还在写的，在修正的也没关系哈，随后都可以上传，我们一起来讨论。好，这个多少多号？下一题也是用开头的疑问句，就是umaan ku tatatingan ni kacau i palafangan。好，跟上一句是umaan是一样，可是这个是将要，就是还没有挂的哈，还没有挂的东西哦。好，umaan是什么？ku tatatingan 就是将要。好，打定就是挂嘛，还有一个咋一就是的意思。你嘎造以巴拉方案，意思是说，嘎造在客厅将要挂的是什么？啊，将要挂就是还没有挂的东西哦。好，跟上一句不同的，上一句是米达丁案，就是已经挂了的，而这一句就是强调达丁案就是未来，就是还没有挂的。好，还没有挂的东西。好，我们可以说沙辛古达丁恩你个照以巴拉方案之类的，或者说你的结婚照啊。好，我想到我结婚了哦，将来要挂在我的墙壁上，客厅的墙上的意思。好，大家一起想。老师，结婚照怎么讲？结婚照哦，这个要想一下呢。结婚照 ，no bagatiman assassin， 我直接翻结婚照嘛。线上的也来给我们翻结婚照。我们阿密很像没有常说这一句哈，我也想一下哈。我想一下啊，大家想好吗？好，结婚照哦。好，看你如果考上你的那个中高级或高级的证书，也可以挂号。什么什么好，我未来要挂什么？好，可以问个问题。可以，请说。那个想问一下，就是面加那个 T， 就是他就是 TA 这个是代表未来就是会做的将要。那因为上个礼拜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他是教那个妈咪还是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可以当做是未来这样？妈咪打定这样哦。妈咪打定个我将要也是对妈咪对，在这里是我们用打定恩，就是重复子音加就是未来，加 a 就是打定恩就是将要的意思。妈咪打定也是，好可以吗？所以老师是重复子音，对，重复子音加 a 就是未。对。所以是咪的话，重复子音就是 m， 然后再加 a， 就是妈咪，对，妈咪，对，妈咪。重复子音 m， 然后再加 a， 对，重复子音妈咪，我写一下。所以这边是子音是 t， 所以重复 t 再加 a 就是未来。对，未来，对。谢谢，对。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这里是子音嘛，重复子音加 a 就是未来的意思，就是将要吊挂什么。好，有人想到结婚照怎么写吗？借用大家会的，好，大家互相帮忙哦。好，惠美修正好了哈。好，惠美，我先好。sama ama anai的练习说。在哪里了？sama ama anai， 哎呀，奶呢？我刚刚看哪里？sama sama ama
安来阿哈那古米达丁安尼嘎造伊巴拉方案。嘎造在客厅所挂的是有各式各样的花。对，也很好哦。哎，这样子就完全正确。好，阿赖谢谢，非常好。那好，接下来我们的小白老师说是 CA 重叠词，对哈，就是 T 重复子音加 A 就是我们的 CA 重叠词。好，阿赖好，李丽生对的好。Kuna umaan ku tatatingan你嘎招一巴拉方案啊，想一下，我们未来想要挂什么呢？我马嘎巴嗨阿萨星啊，就说我有漂亮的照片啊，就是比如说你照你的婚纱照啊，或者是你拍你个人的沙龙照都可以写好照片，你可以说漂亮的照片，我马嘎巴嗨啊。Sasingku tatatingan rumahku i palafangan 之类的句子。好，umaan 是什么？故 tatatingan 就是将要挂的，就是表示还没挂的意思。你gazau i palafangan 好，想一下哦，umaan ku tatatingan 你想一下，你想要挂什么东西？除了一幅画，还有可以挂什么？好，我们做练习。好，想一下，我们呢，有时候一时会想不起来哈，有时候会想到，将要挂什么呢？或者是，就是干燥话啊，像惠美写的“玛萨玛阿玛阿奈阿罕娜”之类的。还，好，我们看一下。大家集思广益哦，好，多练习，对大家都有帮助。嘿，你们写的时候，一句主语加上中文翻译，好，然后加上自己也要练习念，你念多了，你自然就会很顺。好，我们看到我们小白老师写咯，他说Ma itangay ariray ko tatatingan ni Arik i palafangan。Arik 将要挂干薏米在客厅。对，好，谢谢 Arik 写得很好。Ma itangay 就是干，就是晒干的，就是已经干燥的那个。ariray 就是薏米。阿里赖台东讲巴沙嘎，有的地方讲阿里赖，有的是讲巴沙嘎。故达达丁恩，将要挂的，你阿里就是阿里，以巴拉方案就是客厅，他要挂干薏米，就是干的薏米哈。好，谢谢阿里考写的，好，大家看一下他写的句子哦，很好。我们可以多练习。比如说makapahay afuluy ko tatatingan numaku 或传统符啊，传统符大家也会讲哈，或者是你漂亮的花帽，好之类的。好，苏璇，你说后。那个有一个拼错，我等下改一下。来的好，拼错好，你可以修正哦。乌沙星乌古达达丁嫩乌以巴拉方案，在客厅我将要挂的是镜子。係，이제 그만하라고 했어。沙丁乌就是镜子嘛，你可以说是眼镜哈。沙丁乌古tatatingan aku i palafangan，在客厅我将要挂的是镜子。tatatingan
对，好，我现在看到了。好，你有修正，好，很好。我再念一次。对，我改在下面。有，Usalingu ku tatatingan aku i palafangan。好，他是说在客厅我将要挂的是镜子，好，很漂亮的镜子。对，我们客厅都一定是要挂 Salingu an， 好，就是镜子。哦，每天都要梳头，啊，照镜子，啊，化妆，啊，我们就是沙丁木，好，就是镜子的意思。好，请大家好慢慢的写，好，没关系，我们会等你哦。写完了就可以写在我们的通话的讯息栏里面。好，也可以复制其他的人的句子哈。再改下你自己要写的。好，这一句是说，Umaan ku tatatingan 将要挂的是什么东西？好，mitatingan 就是已经挂了，好，tatatingan 就是将要挂的，将要挂的是什么？好，也来多号你 Alice，你说好。Hay u mitanoyan ni ina a didrasom ku tatatingan ni gazao i palafangan。嘎造在客厅将要挂的是母亲织的布。哦，母亲编织的布很好哎，Alice 你好厉害哦。米的努乌样就是那个嘛，哈，我们的努伊就是我们编织的那个哈的努伊。你伊娜妈妈啊，gira rom 就是布。古达达丁恩你嘎造伊巴拉方案，很好哦。Alice 你念的你写的很好。的奴位就是我们编织的奴位，很好。米的奴样就是妈妈编织的布，很好。好，你马上。Ay sinsi. Ulikat no lalumaan ko tatatingan你嘎造以umakan。嘎造在客厅将要挂的是家族的守则。哦，你每次写的句子都是非常棒，好，哎，很好。Ulikat 就是守则嘛，no lalumaan 就是家族的守则。古达达丁恩，你嘎造以乌马干，好，写得很好，很棒哦。哦，你还想得起来这个很难的句子，很难想到的。阿来好，阿来马烧，你要多写几句哦。好，李安，几首好？蛋糕，马州煮，蛋糕，马州个达达，伊个你嘎造伊巴拉法干，嘎造在客厅将要挂的是3枪的头。哦，对，很好，写得很好。我再念一次哈。当二，你刚才没有念得很好。当二，还努忙你这边少一个 G 哈，忙字儿也有可能字典也是这样写哈。通常我们看字典，我是忙 NG 忙字儿也是可以，好像2个都可以。故哒丁少一个 T 哈，哒丁恩还你嘎招以巴拉方案。好，你可以再念一次吗？我蛋糕no忙着个哒丁恩你嘎造以巴拉法干。巴拉方案。哒哒丁恩方案。还哒丁恩，好。哒丁恩。客厅巴拉方案。巴拉方案。对，案，好，这个是案，一个是案。这里好，谢谢。
没关系，你再修正，等一下你再练习一遍哈。好，他是写嘎造在客厅将要挂的是三枪的头，对，我们有列到三枪的时候，那个头颅啊，人家都拿来当标本哈，当样品哈，挂在墙上很多哈。好，阿来吉里安南好，你再修正一下，哒哒丁恩哈，少一个 T 好。莲美，米苏多。Hai ku eru Syasin ku tatadingan你嘎造一巴拉方案，这样对吗，老师？我猪，我猪就是大象嘛。那好，我猪什么啥？少了中间的连结，对不对？哦，对，都我猪啊，傻性，你这个傻有没有？你就直接写我猪啊，傻性就好了，这边就不用这个。你是打太快了哈。好，你可以做修正。我猪啊，傻性，我哒哒丁恩，你嘎招以巴拉方案这样。我少一个那个连结的 R 的连结。对，你这边 SY 就不要了哈，好不好？哎，我做再加一个R 的连接词，阿萨信这样就好了是吧？哎，我做阿萨信就好了。哦，好，谢谢老师。好，我再改。还可以，好，将好，将要挂的，对，好，你再修正一次就好了。好，李安，你修正好了，打的。能够no，能够no慢照，大大丁安，你嘎照一巴拉方案。嘿，有进步咯。当二就是头嘛，当二是好。还有对，还有那个大大丁恩。好，李安，你这边再念一次，可以吼。大大丁恩。还有客厅。巴拉方案。巴拉方案。对，这样就。对，哦，进步多了，很棒哦。好，多念就会进步。好，嘎嘎达喽，好像你。谢谢。很勇敢的念，很好。哦，我们念不好没关系，我们再多念几遍，一定会进步的。好，谢谢阿赖。好，然后过呢，路马还有别的学员吗？师长们也要继续写。嘿，好，那我们第二题已经都差不多了。好，如果还有要写的，也可以慢慢的写。好，我们接下来这个读录多号第三题。Mimaan ci mama i palafangan. Mimaan ci mama i palafangan. Mimaan 是说做什么？问的领域大部分是动作或是行动有关的哈。问的是动作或是行动有关的事情哈。Mimaan 就是做什么？好。中文是说爸爸在客厅做什么呢？好，这个很简单哈。爸爸在客厅做什么？米妈安就是做什么？即妈妈爸爸以巴拉方安就是爸爸在客厅做什么？好，或者是爸爸在客厅休息，好，或者是他在那边。练习唱歌，都可以哈。他在做什么啊？就是动作嘛，哈，就行动，还是在做体操，都可以写哈。好，好，伊拉杜古尼苏贤，好，阿弟。Minanang tu delivery
及妈妈以巴拉房案，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哦，对，很好。咪能能就是在看，正在看。读 TV，及妈妈以巴拉房案，哦，写得很好。对，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啊，非常简单哈。你看一下啊，也可以写别的句子哈。好 ，Alice 给速度。mi patawis 及妈妈阿杜不上一巴拉方案，爸爸和朋友在客厅小酌聊天。哦，咪巴达维斯，这是小酌的意思吗？咪巴达西，我听那个有一个唱歌的歌手叫阿怒，阿怒他这样讲的。哦，真的哦，对，小酌的话，喝酒我们就咪巴达西有啦，咪巴达维斯哦，查一下哈，好，应该是他在唱的，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哈意思在里面，就是小酌，可能是他们部落的说法。部落的说法。老师刚刚讲的那个说法是怎么拼？我把它写一下。咪巴达西，咪巴达西 ，SIS 在西，就是颠倒啦。咪巴达西就是我们通常就是小酌啊，就是喝酒的意思啊。巴达西就是和朋友聊天就会喝点小酒哈，就叫巴达西。吉妈妈阿杜维桑以巴拉方，你写得很好，哎，谢谢 Alice， 就是巴达西。他这边是米巴达维斯，我第一次看到哈，是不是有哈？应该是有哈，他们地方部落的说法也很好，谢谢 Alice 哦。好，你连没修正的吗？嘿，老师那个我订正。你订正傻性啊？你这边哦，还是用狭，还是要去掉傻性就好了，不用写一杠，不用哈。哦，不用一杠上。对对对，傻性就是照片。哦，不要一杠就对了。哎呀，慢来还不用，傻性就好了。哎，那个 Y 也不要哈，你再做修正哦。傻性就好了。哎，那个一杠跟 Y 不要了，对吗？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傻性就是连起来，它是一个字典查的有一杠哎。是吗？那可能是在分析吧。正确是傻性就好了。那个我查字典的是狭性。狭性是哦，那是不是外来语哈？那我们通常都是傻性。我查可以是狭性。是哈，好，那有字典上面有这样写哈。是。那要怎么念呢？狭性。对，狭性。对，狭性。好，那你念一下哈。有一组阿狭性，大大丁人你改造以巴拉方案，这样可以吗，老师？可以，好。中文就是在客厅将要挂大象的照片。业力还是照片？在这里有嘎照啊，嘎照。我忘记写到嘎照在客厅将要挂的是大象照片哦，可以吗？我可以再把中文再打上去吗？嘎照将要在客厅挂上大象的照片。好，谢谢老师。对，好，很好，连梅啊，谢谢你。好。苏贤有补充吼，咪巴刀细小酌，对，咪巴刀维斯是不是他们那边的说法？好，我们字典上面是咪巴刀细就小。老师，我记错了，是巴刀细才是对的，没有巴刀维斯这样的讲法。好，蛮无数嘎过。对哈，应该是来多刚刚我说，大家就可以。学习巴刀细，巴刀细对，你要念哈咪巴刀细，咪巴刀细，可以哈，蛮无数嘎过，对，咪巴刀细，来到你巴刀细的时候，你就讲咪巴刀细吉他，好，我们来小酌一下，好，你常说了，你就会记得哦，很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米巴刀西，米巴刀西啊，这个是不一样哈，米巴刀西才对哈。你说你忙乌噜嘎咕好，不好意思吗？啊嘎嘎乌噜好，不要不好意思哦。好，啊这个啥性哈，对啊这个有补充啥性很好。他说字典上面有侠性，好。好，啥性也可以。好，谢谢我们的阿兹固子琪。好，嗨，你法利欧斯是不是又没有麦克风？还可以呢。你来多讲一下，好，请说。Mesti aku wama tu safa aku tu fainayan di palafangan。爸爸正在客厅打我的弟弟。哦，Miss Setiai oh ku wama tu safa aku tu fainayan di palafangan啊，Miss Setiai 哦，很好，爸爸正在客厅打我的弟弟。嗯，好，谢谢法利欧斯，谢谢你哦，你现在终于有麦克风了，好，谢谢你。好，你伊丽丝，你李伊利啊，好，伊利，你说好。Mafuti ci wama i palafangan。还，中文是爸爸在客厅睡觉。好，好，马夫爹及妈妈一巴拉方案很好。谢谢我们的伊利。好，谢谢。好，马少。嗨，谢谢。米萨拉玛爱杜丁瓦及妈妈一乌马干，爸爸在客厅里玩手机。哦，米萨拉玛爱杜丁瓦及妈妈一乌马干，好，很好啊，谢谢我们的马少。米萨拉玛爱就是在玩手机哈，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手机很方便哈，随时都会滑手机，好玩手机，好，很好。连梅，那刚刚修正的号，嘎照将要挂大象的照片，很好，他更正的，好。你阿兹古，你Basfana ko titilo fainayan safa ako ci mama i palafangan。爸爸在客厅教我弟弟功课。你巴西凡纳，前面我不确定教哈。应该是说你巴西凡纳杜迪利，杜迪利是吗？哈。杜迪利，你巴西凡纳杜迪利，及妈妈阿姑，应该是说你巴西凡纳及妈妈阿姑杜迪。杜发音那样阿萨法杜迪利这样。好，我修正，谢谢老师。就是说，米巴西凡纳及妈妈杜发音那样阿萨法阿杜杜迪利这样。好，谢谢。好，谢谢。好，再修正一下哈。好，李安，你说好。对。你们老读第六笔及王八一巴拉方案。爸爸在客厅看电视。你们老就是看读第六笔啊，你是男士的嘛哈？我现在正在从秀姑峦就是调到男士，就现在想考男士的证照。很爱都好，很好啊。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男士我的查字典查不到客厅，想说男士也是用就那个巴拉凡安吗？因为男士的应该是线上看有没有男士的老师哈，因为你没有查到，可能也是巴拉凡安哈。像他们不是像是乌马干呐，有那个马少他是男士的哈。谢谢，我是巴黎绕的。巴黎绕，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男士的巴拉方案应该是啦，巴拉方案都是通用的哈。男士的话，我知道他们没有 F，他们都是D 里 B 这样，他们的语叫不定哈，对不对？好，很好，他们的看是米们绕对，米们绕读 D 里 B 及我妈以巴拉方案，好，字写的很正确，可以哦。谢谢。嗯，好，我们再查一下字典有没有那个男士的哈，男士安美的客厅。好，谢谢我们的李安。好，阿兹固你修正好了，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你念一次来。Mi pasifana ci mama tu dili tu fainayan asafa aku i balafangan。那你中文？哎，爸爸在教我弟弟功课，在客厅。等一下，我打好。好，你再写一下哈。好，连美。Romario 及妈妈以巴拉方案，我爸爸在客厅唱歌。Romario。Romario。那个 R 要弹舌音哈，ru。Romario。Romario。及妈妈以巴拉方案。很好，对，就是这样哈。爸爸在客厅唱歌就是Romario。对，Romario。还要 ru， 有听到我那个弹舌 ru， 我们打字过就在教你 ru。对，Romario。对，这样对吗？可以，要弹舌音就对了，不是要稍微抖音就好。刚开始很难。对，Romario。还很好。好，那我们就到连美这边哈，我们8点钟我们会休息10分钟。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米盘汉好给大号米南农。好，我们休息10分钟，大概8点10分，我们再上线哦。好来，谢谢。好来。我们进入到第3题，米妈安及妈妈以巴拉方案。好，看一下，我们刚刚是看到，好，我们刚刚是7点57分，这个哈没有错。好，阿兹固你修正好的哈。嗨。在这里7点59分这个阿西本回说。Mi pasifana ci mama tu dili tu fainayan asafa aku i balafangan。好，你的中文。爸爸在客厅教我的弟弟功课。对，好，mi pasifana ci mama tu dili tu fainayan asafa aku i巴拉方案。来，谢谢。念得很好哦。好，谢谢。你马少说个人分享什么结婚照哦？Ramus asasin， sasin nu mararamusai 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没有结婚照这个句子哈。结婚照我们可以像马少分享的。Raramus asasin 应该是usasin nu mararamusai， 好，可以哈。usasin nu mararamusai 就是我们的结婚照片，好，很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可以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4题咯。好，
第4题是说，今马古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纳姆今马就是问名字或是问人，然后问人或是问名字的疑问代名词。今马古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纳姆米苏里姆代，苏里姆就是整理，这边米苏里姆代就是爱就是人，就是意思是说整理你们家客厅的人是谁？好，今嘛就是谁？故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纳姆整理你们家客厅的人是谁？好，通常是谁在整理呢？好，比如说吉伊娜故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尼亚好。整理我们家客厅的人是妈妈，好之类的。好，请大家写一下。今嘛是谁？故米苏里姆代，米苏里姆代就是整理的人是谁？整理的人。今嘛故米苏里姆代，整理的人是谁？好，故巴拉方安纳姆，整理你们家客厅的人是谁？通常是自己吗？也可以嘎姑姑，也可以说嘎姑姑米苏里姆代，也可以都巴拉方安尼亚，是我自己整理我家里的客厅，也可以好，我们可以参考那个马绍的那个什么乌萨辛努马拉拉姆塞，好，这一句请大家写上讯息栏里面哦。是谁？金马的意思。故米苏里姆代整理的人是谁？都巴拉方案，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巴厘岛的客厅是乌马干，按照自己的方言别来写句子。好，今嘛古米苏里姆代，米苏里姆代，苏里姆就是整理，米苏里姆代整理的人是谁？客厅整理的人是谁？通常我们家里都会有人整理或者是吉妈木，或者是谁吉巴奈，或者是吉嘎昭，都可以。好 ，Cindy， Kisu， Adi Asipan Misu， Hai， Kakuku Misurumutai tu Balafangan Niam， 整理客厅的人是我。嗨，对。Kakuku Misurumutai tu Balafangan， 整理客厅的人是我，对，很好。对，好来，谢谢。好来，吉里安安好。通常整理客厅的人都是自己或者是谁的，我们尽量学习这里是一句主语，一句中文你写的你要练习说，练习念，这里可以帮助大家思考，然后还要写还要说，可以加强我们的记忆。好，可以说吉马木古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尼亚。还有李安，那个嘎古，嘎古古米苏里马代杜巴拉方案。嘎古好，要加尼亚吗？今天才发现。KAKO 好，你打太快了没关系那边要改。嘎古就是我，嘎古古，你那边是嘎努好，你有时候打字会打快不好意思，你可以再修正一下哦。好，李安，好，嘎古古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案，整理客厅的人是我，没错你那个嘎古再修正一下就可以了。谢谢我们的李安及阿兹古。阿兹古，技术好。好。
你少写一个故没关系，你念的时候加上去。好，哎，阿这个有听到吗？嘎古米苏里们带都巴拉方案，如来萨嘎古啊。米苏里们是吗？嗨。真理客厅的人，你中文呢？真理客厅的人是我，累死我了。啊，嘎姑姑，我看一下，米苏里们带都巴拉方案，如来，然后哈，如来。好，修正一下，如来萨嘎姑啊，你再加一个米苏里们。好，累死我了。哎，阿来好。好，阿来及阿兹古安好。好，及 Alice。吉法基古米亚西盖阿多米索里姆代多巴拉方案尼亚，舅舅是打扫和整理我们家客厅的人。哦，很好哦，及法基哦，舅舅哈，法基也可以叔叔阿伯哈。好，好，很好，谢谢，谢谢我们的 Alice 写得很好。他说及法基古米阿西盖对，米阿西盖阿多米苏里姆代多巴拉方案尼亚。好，舅舅是打扫和整理我们家客厅的人，哎，很好哦，写得很好。我们阿莱及 Alison 好，写得很好啊。这个他有加一个鼓哈。好 ，Farius 你说好。Uparo no rumah niam amapuru ku misuli matai tu palafangan，我们全家人整理客厅。哦，很好。Uparo no rumah niam amapulong ku misuli matai tu palafangan，很好哦。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忙整理好。谢谢我们的 Farius， 好，写得很好哦。苏贤，你说好。Hai, ufainaiku misulimatai tu palafangan niam，整理我们客厅的人是老公。哦，对，好，谢谢苏贤。ufainai 就是先生嘛。ku misulimatai tu palafangan niam，整理我们客厅的人是老公哦，好好先生哦。很多好好先生会帮忙整理客厅。好，谢谢苏贤。这个是杂类是吗？杂类舞好是吗？是 Kelly 我上次有叫 Kelly 啊，好 Kelly 好。干姑的好，你说好。那个好，等一下哦，他这个我用手机有点困难，看不清楚吗？不是，他那个画面有点很难跳。真的哦，好，请说。Iwama ku misulimatai ku tu palafangan niam。我家客厅的人是爸爸。哦，吉娃妈，跟你说吉娃妈古米苏里姆代杜巴拉方安尼亚，很好哦。整理我家客厅的人是我爸爸，是爸爸，很好，好爸爸哈，好先生啊，也是有，谢谢我们，谢谢哈，写得很好，好，你马烧，你说。niam ko misulimatai tu umakan niam，我们都自己整理客厅，就是自己整理自己的空间这样子。niam好，niam ko misuli 很好啊，niam就是自己嘛哈，自己的意思。niam ko misulimatai tu umakan niam，好，我们这边写到客厅，巴厘岛的说法是 umakan，好，niam自己的意思，好，写得很好，阿来及马萨湾，好，写得不错，
老师，好，谢谢。想问这个尼亚是哪里的方言别？那是恒春，谢谢。恒春阿美，他的客厅是五马干，啊，巴厘绕的说法，客厅是五马干，尼亚，我们海岸也是会讲尼亚，都有用这个词汇哈，尼亚，这样，好，谢谢，好，纪连梅，Hai, ku papahian akaka ku misa suri metai tu palapangan niam。这样可以吗？那个中文可以啊。还有补我们ku papahian akaka ku misuli metai tu palapangan。palapangan，你对呀，写的很正确。中文少2个我们，我写在下面。好，谢谢。好，可以，你的句子写得很好，还再补充中文就好了。那阿兹库。Kakuku misulimitay to palafangan. Lulay sa kakua misulimatay。misulimat 就好了。misulimat 对，rurai 那个2个都是rurai 啊，rurai sa kaku misulimat。对，这样就好了。老师为什么不要加后面的带？这边就不顺啊，misulimat 应该是你前面有一个有 misulimat 的，就变成重复了。misulimat 这样，就是只要加强整理就好了。对，好，谢谢老师。可以哈，好。阿赖，好，连美有补充我们好。修固然也会讲，斯拉说修固然也会讲你呀，对，好，因为你呀哪里都会说哈，你呀就是自己，好，他说斯拉说整理一词，有些地方会讲米鲁西么，对哈，整理米鲁。可以念吗？是啦。你是比如新闻马扎长了，对，长了马扎还等米人。就是有些地方会讲米鲁西么嘛哈，对，米鲁西么，米苏里么，好，很好，谢谢。鲁玛给杂交。鲁玛给杂交no，亚罗好，还马达马都好，看你习惯的用语。谢谢阿赖吉斯拉安。我们的连美说补充我们整理客厅的是姐姐，好，谢谢我们的连美，好，还有吗？那歪多我们就进入到下一句喽。好，我们就一直练习，好，不断的练习就对了。好，这个5号。hatua kisu miasik tu palafangan， 这是问时间哈，就是未来的时间。hatua 就是未来时间的疑问代名词。hatua 将何时，就是未来的时间哈。kisu 你miasik 打扫tu palafangan hatua 就是你将何时hatua kisu 你将何时miasik 打扫tu palafangan 就是你将何时打扫客厅呢？好hatua 就是未来的时间问未来的时间，你可以说Rafa 明天saya kaku miasik tu palafangan， 好，看你什么时间，这是未来的时间将何时你想什么时间打扫，半夜也可以哦。好，或者是明天后天看你写一下你的句子。好hatua 就是将何时，就是问未来的时间。
Kisu 你米阿西米阿西就是扫，米阿西打扫，度巴拉方安好，那个巴里套的客厅是乌马干乌马干，你可以说Honi gagu米阿西度乌马干这样，我等一会儿再扫客厅，类似这样子的句子。哈祖哈古啊都可以哈。哈古啊也是指未来的，什么时候何时的意思哈。哈祖啊，何时？哈祖啊将何时？加上将何时？好，我们可以说几点钟啊？什么时间？阿热努拉后你可以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好，或者是等一下，或是何时晚上，或者是什么时间啊？这个是问时间，好，哈祖啊，技术米阿西度巴拉方案，好。写好了就可以传上来哈。好，很快哦，举 Alice。第一技术。tatay ni ko wisang ako miyasik to parafangan ako。如果有朋友要来，我会打扫客厅。哦，对，因为朋友要来嘛哈，一定是要整理房间、客厅之类的。tatay ni ko wisang ako。就是如果tatay ni要来，古wisang就是朋友。如果有朋友要来，如果aku就是我嘛哈，如果朋友要来，我会打扫客厅。miasik tu palafangan gagu， 很好，很好，谢谢 Alice 哈。有朋友要来拜访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整理我们的客厅。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好，还有其他的学员也可以哦，写上你们想要写的句子，一句主语，好，怎么人都中文，然后还要自己念哦。比如说，有好朋友要来拜访你啊，找你聊天，我们一定会整理我们的客厅，因为客厅是我们招待客人的地方嘛，招待朋友的地方。好，合作技术miasik tu palafangan，好，我们就照这个句子来练习哦。如果你有别的句子，也可以一句问句，再加上答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哦。好。mahargai可以上传哦。如果写错或者是打太快也没关系，我们后面会做修正主要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书写多写主语，多念主语后，我们会有进步哈。哈祖啊，就是问未来的时间哈。将何时打扫客厅？你将何时打扫客厅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写一下。好，第二天好，合作啊，伊拉都好你，Cindy， 技术好。嗨，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来都。Rumias gagu miasik tu palafangan， 我每天都要打扫客厅。很好啊 ，Rumias gagu miasik tu palafangan。都好 ，Rumias。
对呀、对吗？鲁米阿米阿，对呀、你写对啦。我不确定。鲁米阿米阿卡古阿米阿西的巴拉方案。好，我天天写打扫，对啊，鲁米阿米阿，客厅本来就是要常常整理，天天打扫哈。谢谢我们的 Sandy。好来，谢Adios，谢。来，Adios，kisoho。Mahurat ko tayo numako tangsul amyasik kako to palafangan。如果我的工作结束了，我会立刻打扫客厅。哦，很棒呢。哦，工作的时候很忙哈，结束了，工作完成了就马上整理客厅。好，安努，如果maharako tayar numaku tayar 就是工作啊。如果我的工作结束了 ，maharak 就是结束啊 ，tayar 就是工作嘛。langsung 哈，马上哈，立刻。miasik kakudu palafangan 很好呢，我会马上打扫客厅。写得很好，谢谢阿赖吉法六3号，阿赖迪桑娜写得很棒。好，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学员可以哦。不要写很长的句子也没关系哈。我们要练习，主要是你要练习。哈做啊，主要是问何时。将何时打扫客厅？我们都练习那个开头的疑问句哈，我们都会换后面的句子，所以这样子常常写，常常说，我们就会有收获哈，很好。连梅的时候，没有马上，我那个天没有打到。好，没关系，我在网上看那个马少的。Masal, Ay sinsi. Ay. Anu makada tu ciinai tangso sakaku mararok miasik tu umakan taso umakan. 哦，umakan 好，你等下修正哈，你等下修正好，你再念哈。马路对苏米修正好，还是本身哟，好，来，连美。来。Dilibayan kaku miasik tu palafangan， 我星期天才会打扫客厅。对，很好。对啊，Dilibayan kaku miasik tu palafangan， 我在星期天打扫客厅，很好哦。写得越来越好，好连美。李安，几首好。miasik tu palafangan kaku anu jela。我明天打扫客厅。那个miasik miasik kaku tu palafangan anu jela 就好了。miasik kaku miasik kaku tu kaku 移到前面。对 miasik kaku tu palafangan anu jela。好，我明天打扫客厅。如果你按照你的中文翻译的话 miasik tu palafangan kaku anu jela miasik tu palafangan kaku anu jela 我最前面那个就不用。对，好，你再把它修正一下。谢谢我们的李安、苏贤老师，哎，不客气哦。Itinunaman kaku miasik tu palafangan， 我星期六打扫客厅。谢谢 Itinunaman。星期六是有是这样子吗？有啦，有 Dinunaman Isaka 我们通常会讲口语化，就是 Isaka Nurumi Alkaku miasik tu palafangan， 是不是星期六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有吼，Dinunaman 是不是看人家写？有啊，有这个说法，可是我们对，老师你是说 Saka Isaka Nurumi
Isakanam 第6天，就是我们通常口语化，我们通常讲说Isakanam arumiar kaku amiasik tu palafangan，这样，嘿，第6天这样。对，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前面那个每天呢，它前面要加都吗？rumi amin as 前面要加都吗？要哦，我刚刚还想说很奇怪，rumi amia do，rumi amia 对，稍微对，我刚才想了很久，要do rumi amia 跟上面那一句嘛，哈，还对，要加do。对，因为我刚刚好像看了一下哈，就是每天前面就是do rumi amia as 这样子。还马达玛都好，刚刚修正一下，刚刚我还没有注意到哈，谢谢我们贴心的助理哈，他马上就看到了。好，谢谢你的贴心提醒，好，我们有被提醒到哈，每天就要加一个do rumi amia as，好，谢谢。好，这边是dinu enam，我们通常是以saka enam arumi as 好。Aku kami asyik tu palafangan，就是星期6。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好，接下来你会没？你说后，不知道对不对？都anu mahamak ku faluju aku i ami asikai kaku tu palafangan。我心情开心时，我才打扫客厅。哦，好。Dengan aku hau, anu Muhammad ku faluju aku i， 这个没有问题哈。我很开心的时候呢，打应该这边要说打mi asyik kaku tu palafangan， mi asyik 加一个打 ta 打，我才打我才mi asyik kaku tu palafangan， 好。我才打扫客厅，整理客厅的意思哈，写得很好啊，好，不错哦，继续努力，还老师法鲁助是要对，还法鲁助，好，法鲁助，好，惠美你要加一个心，那边要个咽喉舌音哈，要好，我修正哈，个舌子，好，Muhammad ku falu zuat aku i 你念的时候也要法鲁zuat falu zuat aku i， 对，好，修正一下廖文豪啊，马少，你说好。anu maketer tu cina tang susah aku mararuk mi asyik tu umakan。当妈妈生气了，我就会立刻去打扫客厅。好。Arai Jimasawan 好总是写得非常好哈。Anu makater tu jiinai， 就是 makater 就是很生气哈。当 sur sakaku malaluk， 我很立刻的malaluk 就是很勤劳的去打扫客厅。mi asyik tu umakan， 通常都是妈妈就会发飙哈，那不整理乱了小孩子就会马上立刻打扫，很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好，老师马的的是马的是多了一个马个对呢，还明天马了啊，过后好，我的马袋已经带2个了哈，好，马个的少一个，多一个 r 对。anu maketer， 廖文豪说马少，谢谢我们贴心的助理，好，马上修正哦，好，很好。季书贤他有修正好，他说 isakanam arumi ar 写得很好，对，第星期6的意思。好，你 Cindy， 你刚刚修正的、订正的，是赌嘛，老师还是对，赌。T O 对，没错。我以为是5。赌 rumi ami as kaku ami asyik tu palafangan。每天都要打扫客厅。对，正确哈，我们修正好赌 rumi ami as kaku ami asyik tu palafangan。我每天都要打扫客厅。
好，很棒哦，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好，念的也非常标准。好，如果说有修正的地方，我听了如果不标准或者是念的不好了，我也会修正大家哦，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哦。好，马少，你订正的哈，阿弟，廖文豪。Ay. Anu makedat tu ci inai tang susakaku mararuk mi asik tu umakan. 当妈妈生气了，我就会立刻去打扫客厅。哎，对，非常正确哈。我这个哈，我们已经修正了哦，这是正确的。好，阿来及马少安好，那我马个德都吉那伊，他念的也是很到位哈。哦，马少念的非常的好，大家都可以学习哈。有时候我们念主语，要像我们念的，要常常说才会有到位的说法哈。好，谢谢大家。好，蛮好，我们没有了吗？我们继续哦。如果还有没有写完的，也可以继续完成哈。写完了就上传。好，第6题，saganam都好。以主爱信息古米巴拉方案意思。好，以主爱意思是哪一位信息我们知道是老师。故主格米巴拉方案意思米巴就是你所造访的你就去拜访他的是哪一位老师？中文意思说你所造访的是哪一位老师？以左爱就是在哪里，或是在何处，或是哪里的人。好，以左爱就是哪一位，这里就是翻译成哪一位老师。好，你所造访的是哪一位老师？好，我们都有很多老师哈。以左爱信息古米巴拉方案意思。好，米拉方就是客人嘛哈，加上前缀米巴就是所造访，案就是的意思哈。以左爱就是哪一位信息哪一位老师？故米巴拉方案意思中文是说你所造访的是哪一位老师？好，我们都有老师后机，你可以说我造访的是某某老师。好，是哪一位？我们很多老师你想一下哦。以左爱信息我们很多老师，比如说我米巴西凡那爱读suanu bangsa信息我造访的老师是教母语的老师之类的哈，或者是说教我巴西凡那爱读guru信息一般来古米巴拉方案古这样。我所拜访的老师是教歌谣的巴奈老师。以左爱就是哪一位老师故米巴拉方案拉放加上前缀词米巴就是所造访的按这里是的意思。以左爱信息故米巴拉方案意思你所造访的是哪一位老师？这里我们看到惠美修正的哦，阿西本的意思，惠美。Anu mahemaku palucu aku kami asikai kakutu palafangan。很好，修正的很好，马达马都好，很好。如果有稍微没有点到的热场，我们再补充上去，就完全正确。好，我们要写正确的句子。好，
好，接下来的句子也希望大家多多练习哦。一桌爱哪一位阿星系老师故米巴拉方案一书啊，米巴拉方案就是所造访的，啊，一书就是你所造访的是哪一位老师？好，我们想一下哦。我们这个句子是希望大家多多的练习，所以我们不要怕写错。我们写错了，我们可以在线上，大家都会帮忙修正。有时候我也没看到哈，因为字有时候很小，我会不注意的时候，我们会有贴心的助理哈，书写老师会帮忙。好，Sera，你写了哈？你写什么？老师，我想问，以主啊爱跟以萨嘎主啊爱可以通用吗？以萨嘎主啊爱是哪一个？以萨嘎主啊爱，以主啊爱，以萨嘎主啊爱。伊萨嘎左爱是哪边？伊萨嘎左爱是不是哪边的意思？哈，我这里的句子是以左爱。我们的秘书找一下是伊萨嘎左爱，是通用吗？看一下哈，一个是伊萨嘎左哪一边？如果是伊萨嘎左，就是指方位。伊萨嘎左爱是哪一边？我们这里是以左爱是哪一位？应该是字典是有写说也可以哪一位，哪一边？对哈，哪一边嘛哈？对，好像方位比较会用萨嘎左啊。伊萨嘎左爱古因比基说你的就例如就是方位了。就是哪一边？但是字典好像也有那个哪一位也可以这样。它两个通用哦。好，那就了解了，谢谢我们的助理，我们的苏贤。好，那Sera，刚刚苏贤老师说通用哦，你可以照你的句子来写哈。好，马少。Asinsi. Ukamang honumaku asinsi. 一般那一个米巴拉方案阿哥，我所造访的是我年幼时期的老师。我干忙安后就是年幼的时候。努马古我的阿星系老师吉班奈古米巴拉方案阿古好，我所造访的是我年幼时期的板奈，有写板奈嘛哈？年幼时期的板奈老师这样你要加上板奈哦，因为你这边几板奈好。聊完退说好，反正古米滴滴答你说哟好。有时候我们写很快哈，就忘了写也没关系哦。好，我们随时修正在这里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打很快，所以会漏掉或是多点那个都没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修正就好了。好，然后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一句哦。好，应该不会很困难。刚刚我们的Sera说以左爱以萨嘎左爱都可以是哪一位的意思。好，马少。Ukamang honumaku asinsi. 一般那个米巴拉方案阿哥，我所造访的是我年幼时期的巴奈老师。对，很好对，年幼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师如果知道他叫什么达利啊，或者是哪一位某某老师都可以写主要我们就是要练习一下那个以主啊爱是哪一位的开头问句就是以萨嘎主啊爱都可以你 Alice。有
Umaro'ai i Alapawan Sinsiku mi Palafangan Aku，我所造访的是住在太原的老师。Umaro'ai i Alapawan 就是太远很好。Sinsiku mi Palafangan Aku，你看大家都想得很好写得也不错。他是住在太远的老师我们有部落的名称嘛阿拉巴万就是在东河的太原，对吧对，很好，对，写得很好哦。他说我所造访的是住在太原的老师。好线上的也可以写他的句子你就修正一下你部落的名称。我们也可以学习多认识各部落的名称。阿拉巴万只有住在阿拉巴万的人知道这个名称Maro'ai i Alapawan Sinsiku mi Palafangan Aku，很好。太远就是住在东河就是位在东河太远阿拉巴万写得很好呢我们大家都进步很多，开头都会写大写写完了呢就要点句子。好，马少马上结束。先生，我也来过来在那过，就是因为题目是以抓爱，所以像我那个应该不太对我应该讲地点，对不对？因为是以抓爱。也可以以抓爱你讲人也可以以抓爱地点也可以哪一位？我们没有说一定是讲地点，他这里是讲他地点，也可以加上去。马上还可以以抓爱哪一位老师嘛？我们讲的是哪一位？你说如果是说伊萨嘎抓爱，就是方位，也可以通用啦。如果他是写加上我们的地点也很好。好，谢谢马少的提问好，如果我们写好了呢，我们也可以写上讯息栏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写。好，如果说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问如果那么福吉个国好，线上很多师长们也会协助我们。好，因为这个线上平台就是大家一起练习说嘛。Sa liao hanamita minanam好，fana to kita yo。好，你Farios， isoho。Umipasifanaan tu Tatiano Amis i Kasasaan ku mi Palafangan Aku， 我所造访的是在电光部落叫阿美的老师。你地点是伊嘎阿沙岸，是指电光部落吗？是好，我知道了阿赖他写是乌米巴西凡纳爱杜扎吉奥努阿米斯伊嘎阿沙岸古米巴拉方案阿古杜扎吉奥努阿米斯伊对，很好，写的不错写的不错。他那边我再看一下我很少知道那个电光是这样讲地点是伊嘎阿沙岸，是电光部落我们大家记一下。伊嘎阿沙岸，阿沙不是那个吗？敌人，因为以前那边是跟清兵有作战的地方。现在是因为是跟他们有作战，所以就取名为嘎阿沙岸对，但是以前日据时代是叫顶国立，可是因为后来根据历史还原历史的话，还是用嘎沙岸。是对线上的人老师或者是学员可能也没听过，所以我一直想说嘎沙岸，我到底有没有念错有念对你们部落的名称嘎沙岸，对，好，谢谢我们的法利奥斯他写得很好，他造访的是电光部落叫阿美语的老师。好，阿赖吉法利奥3号，我们又知道了一个地点就是
阿拉岸就是电光部落。好，很好，谢谢。李岸，你问什么？大学、中学、小学该如何表达？哦，大写这样哦，我们就国小，我们课本那边说古习要国小这样，我知道的是古习要啊，就是国小直接讲古习要，大写的话就是达达安埃啊比迪利山，或是达嘎拉歪啊比朱沙山这样，我们通常就是这样说。那你知道的是修过人是就直接他虽然是这样写，可是好像要念的话，还是就是直接讲大学，跟校长一样。对，我们通常就直接讲大嘎拉歪，就是很高，就是高学府嘛。大学啊，我们直接讲中学、小学。我们课本里面就写国小就是古习要讲国小，嘿。我们课本里面是古习要，就是海岸的是国小。那中学就我们也没有说中学这个词汇，或许有啦，就是我在课本也没看到中学，我们可能直接直译哈，就是中学、大学这样可以哈。如果说有的话，专有名词我们也会。知道的师长也可以帮忙写一下哈。好，谢谢我们的李岸。好，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热络哈。我们刚刚知道太原叫阿拉巴万哈，现在有一个电光部落，阿萨岸。刚刚我们的法律说那边是曾经打仗哈，跟清兵的时候嘛哈，有作战，所以他们就取那个部落的名称叫阿萨岸哈。我也给他写起来，知道电光部落是阿萨岸。好，李岸你念一下你写的。大学hono magu信息谷米巴拉方安嘎谷。我造访的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对，很好。可是你后面那个要写阿固就好了，不是嘎固，好，要写改成阿固。好，我念一下：我大学后努马固信息谷米巴拉方案阿固，这样可以哈？你修正一下，要用阿固，好，不是嘎固。好，很好，你修正一下就好了。我所造访的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很好哦，写得不错哦。好，修正了哦。好，你再念一次。大学hono magu信息谷米巴拉方案嘎谷。我造访的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阿固，对不起，阿固，嘿，阿固，好。我大学hono magu信息谷米巴拉方案阿固，对，就是这样。很正确哦，你看我们很愿意写哈，我们就写多了，我们就会有收获。你看不知不觉我们就上到第6题，很感谢大家哈，希望每一堂课大家都要也上线来学习我们的课程。谢谢大妈南号，时间都到了我们感谢大家的参与，希望我们都有收获。那个好，阿来。奶奶，谢谢，嗨，谢谢，阿来的妈南好，阿来，谢谢，阿来，阿来，谢谢，